续要来看是，这个3月初3大停电过一礼拜，经济部的检讨报告嘛出来了。也毋过国民党早起伫立法院来抗议，讲这份的报告大量来抄去年停电的报告，要求王美花都要落台。国民党阁来批评讲，都是因为王美花是总统的爱将，所以行政院才无予伊落台。王美花是来反击，讲无抄，讲两届停电的方向甲内容拢无同。这个民众党的立委嘛替王美花来讲话，认为台电无抄报告，但是质疑台电改善的进度上慢了。跳电不成，跳电不成。国民党总调陈明忠找10外共党的立委，要求经济部长王美花为303大停电负起政治责任事件，更加质疑王美花因为是总统的爱将，这个官才有通继续做落去。经济部长这个位置哈，对国家的努力哈，那在位那我们就努力去做。有问题就要解决。台电伫303过后嘛，赶紧提出报告。王美花伫今日早这份报告，要监视器为民到立法院备询。要不国民党立委就讲这份报告根本是抄顶一摆的停电报告，都是抄去年815、817的旧的报告，而且把全部的责任推给基层同仁。绝对不一样哈。那因为发生的事故，当然第一时间都是人为操作的问题，但是需要检讨的方向跟内容，都是按照不同的事故来做说明。敢是抄的民众党立委高虹安替王美花讲话。我先帮你们平反一下，因为刚刚其实国民党团有说你们是抄袭哦，但是其实没有啦。你在过了8个月之后，你的房贷还是这么呆。那到底要怎么做？好的小组是把一些方向提出来。现在台电公司有几个具体的项目，比方说从电厂直接好，请问需要花多少时间？电业需求这个工作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时间估算？是。303停电报告已经出来，不过在野党真明显无满意，要怎确保稳定的送电？这不是干那口号尔，台电甲经济部都要搁较用心呢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